就怪自己太害怕講話，說謊都口震，做我自己太易會得罪。塑膠的複製人，對不起，我想忍，卻不禁不對事對人。若靠自己判斷我好壞，怕有失公允，但覺自己太易對不住某處境的某人，內疚得很，自責得深，如何可不顧人，請指引。人難道需怕嫌棄惡才可像個人？難幻想愛能感化恨，誰拿着一世平安去行賄好人，扮演壞人不敢。若我自己背叛我的話，我怎麼敢瞓？若我自己也恨我的話，再怎麼敢見人赤子心重幾斤？如轉火可變賣都給人。人難道需怕嫌棄惡才可像個人？難在所有事都上心，誰拿着一世平安去行賄好人，扮演壞人豈敢？曾被手抱後都有抱負先似人，誰曾落得輕鬆變壞人？人遇上美善想到太多。